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的是球的运动，请准备按呢大小球的，不是太大哦。小人呢球的嘛可以哦，大人小人总可以同人做运动哦。请同下放起来，同人做运动的哦。两只手来拿球的，来，像搓汤圆用的。搓洋板的用诶，好，让你的身体可以慢慢的谈论呢你的球的律动图，身体放松。好了，训练你的手指的力量，卡，放松，卡，放松。多做下运动呢，可以帮你末梢循环更加好哦。来同个球的滚过去，听个手臂滚过来，加上个脚，听轮身上慢慢的走。球的跌下去唔怕。好了，然后呢，冲下走都可以哦。前面捞，慢慢的捞，加上鼓。好，更加同个手，左手卡放来，捞一个人，在低后背，垂直手，捞一个人，在低个野位，交换手。弯手哦，人家弯的人家右手在身侧，老条拿，野位，身侧，加上鼓，老条，野位，弯手。听得到吗？听到唔怕，慢慢的。好，更加两只手拿球的，用人的脚趾条，再打上去，伸出来。两只手同时伸出，更加来分辨。
水面湿好去起日出日落日出日落更加来捞树野味胯下树你跳哪野味胯下慢慢的走唔怕要记得弯树哦野味胯下跳哪野味老眼看胯下好更加来弯片哦弯树弯片胯下跳哪野味胯下天伦先生慢慢的走唔怕起起跳起更加从头开始哦头多先生教的动作还记得吗好从第一个动作开始的跳哪野味过来野味好加松骨哦跳哪野味好弯片跳哪野味弯片跳哪弯树哦脚七条两个脚七条再伸出好了，弯片一
2、3。8、9、10。今日動作記得了嗎？記得了哈，明日要記得同先生來做運動哦，好好運動，俺們下次能來了。